香港旅遊發展局公佈，4月初步訪港旅客數字為380萬，較去年同期上升13%。當中內地月旅客人次逾281萬，而非內地旅客人次逾103萬。雖然訪港旅客數字錄得增長，但作為香港特區4大支柱產業之一，本地旅遊業喺疫情之後表現不及疫情前。根據旅發局及政府統計處資料，喺2024 1月到7月間，本港旅客人次比起2019年同期下跌超過37個百分點，跑輸鄰近多個國家，例如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泰國、韓國等。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近日率領跨局代表，公佈首階段合共9個旅遊熱點落實項目，包括香港工業品牌旅遊、維園市集、舊城中環深度遊、香港龍城深度遊及開放舊油麻地警署等。身兼工作組組長嘅卓永興表示，當局與旅遊業界均對香港旅遊業前景充滿信心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認為，本屆政府非常支持旅遊業發展，充分體現政府實踐無處不旅遊嘅決心。佢舉例講，其中舊油麻地警署嘅項目非常受旅客歡迎，因為佢承載着香港好多傳統劇集、電影、潮流、影視文化等。佢指業界會全力配合發展9個項目，打造特色旅遊產品。當局除咗着力推介9個旅遊熱點，旅發局亦會陸續邀請世界各地網絡名人去協助宣傳。例如，當局邀請咗日本藝人木村拓哉嘅女喺 IG 擁有360萬追隨者嘅木村光希拍攝宣傳香港短片。當局希望透過唔同嘅青年偶像嘅視覺，引領新一代嘅旅客探索香港獨特嘅魅力。今集時間去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